第31章，攻打米甸人。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在米甸人身上報以色列人的仇，後來要歸到你列祖那裏。摩西吩咐百姓說：要從你們中間叫人帶兵器出去攻擊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為耶和華報仇。從以色列眾支派中，每支派要打發1000人去打仗。於是從以色列100000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帶着兵器準備打仗。摩西就打發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並打發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同去。非尼哈手裏拿着聖所的器皿和吹大聲的號筒，他們就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與米甸人打仗，殺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殺的人中，殺了米甸的5王，就是以未、尼金、蘇尼、胡尼、尼巴，又用刀殺了比尼的兒子巴蘭。以色列人擄了米甸人的婦女、孩子，並將他們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財物都奪了來，當作擄物。又用火焚燒他們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營寨，把一切所奪的、所擄的，連人帶牲畜都帶了去，將所擄的人、所奪的牲畜、財物都帶到摩押平原，在約旦河邊與耶利哥相對的營盤，交給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以色列的會眾。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一切的首領都出到營外迎接他們。摩西向打仗回來的軍長，就是千夫長、百夫長發怒，對他們說：你們要存留這一切婦女的活命嗎？這些婦女因巴蘭的計謀，叫以色列人在昆利的事上得罪耶和華，以致耶和華的會眾遭遇瘟疫。所以你們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殺了，但女孩子中凡沒有出嫁的，你們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你們要在營外駐紮7日。凡殺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殺的，並你們所擄來的人口，第3日、第7日都要潔淨自己，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織的物和各樣的木器潔淨自己。祭司以利亞撒對打仗回來的兵丁說：耶和華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條例乃是這樣：金、銀、銅、鐵、石、鉛，凡能見火的，你們要叫他經火，就為潔淨。然而還要用除污垢的水潔淨他。凡不能見火的，你們要叫他過水。第7日，你們要洗衣服，就為潔淨，然後可以進營。分配戰利品。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的各族長要計算所擄來的人口和牲畜的總數，把所擄來的分作2半，一半歸與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歸與全會眾。又要從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驢、羊群中每500取1，作為供物奉給耶和華。從他們一半之中要取出來交給祭司以利亞撒，作為耶和華的舉祭。從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從人口、牛、驢、羊群各樣牲畜中每50取1，交給看守耶和華帳幕的利未人。於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行了。除了兵丁所奪的財物以外，所擄來的羊675000隻，牛72000隻，驢61000匹，
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沒有出嫁的。出去打仗之人的分，就是他們所得的那一半，共雞羊337500隻，從其中歸耶和華為供物的有675隻，牛36000隻，從其中歸耶和華為供物的有72隻，驢30500匹，從其中歸耶和華為供物的有61匹，人16000口，從其中歸耶和華的有32口。摩西把供物，就是歸與耶和華的舉祭，交給祭司以利亞撒，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從打仗的人取來分給他們的，無論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1，交給看守耶和華帳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帶領千軍的各軍長，就是千夫長、百夫長，都近前來見摩西，對他說：僕人權下的兵已經計算總數，並不短少一人。如今我們將各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腳鏈子、竹子、打印的戒指、耳環、手鐲，都送來為耶和華的供物，好在耶和華面前為我們的生命贖罪。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就收了他們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長、百夫長所獻給耶和華為舉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勒客。各兵丁都為自己奪了財物。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收了千夫長、百夫長的金子，就帶進會幕，在耶和華面前作為以色列人的紀念。第32章，約旦河東的2個半支派。流便子孫和迦得子孫的牲畜極其眾多，他們看見亞謝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來見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的首領，說：亞大錄、底本、雅謝、寧拉、希實本、以利亞利、示班、尼波、比穩，就是耶和華在以色列會眾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僕人也有牲畜。又說：我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這地給我們為業，不要領我們過約旦河。摩西對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說：難道你們的弟兄去打仗，你們竟坐在這裏嗎？你們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喪膽，不過去進入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那地呢？我先前從加底斯巴利亞打發你們先祖去窺探那地，他們也是這樣行。他們上以實各谷去窺探那地回來的時候，使以色列人灰心喪膽，不進入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地。當日耶和華的怒氣發作，就起誓說：凡從埃及上來20歲以外的人，斷不得看見我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誓應許之地，因為他們沒有專心跟從我。唯有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因為他們專心跟從我。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使他們在曠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華眼前行惡的那一代人都消滅了。誰知你們起來接續先祖，增添罪人的數目，使耶和華向以色列大發烈怒。你們若退後不跟從他，他還要把以色列人殺在曠野，便是你們使這眾民滅亡。兩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說：我們要在這裏為牲畜壘圈，為婦人孩子造城。
我們自己要帶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頭，好把他們領到他們的地方。但我們的婦人、孩子，因這地居民的緣故，要住在堅固的城內。我們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產業。我們不和他們在約旦河那邊一帶之地同受產業，因為我們的產業是坐落在約旦河東邊這裏。摩西對他們說：你們若這樣行，在耶和華面前帶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帶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華面前過約旦河，等他趕出他的仇敵，那地被耶和華制服了，然後你們可以回來，向耶和華和以色列才為無罪。這地也必在耶和華面前歸你們為業。倘若你們不這樣行，就得罪耶和華。要知道你們的罪必追上你們。如今你們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為你們的婦人、孩子造城，為你們的羊群壘圈。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對摩西說：僕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們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僕人，凡帶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說的話，在耶和華面前過去打仗。於是摩西為他們囑咐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眾支派的族長說：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凡帶兵器在耶和華面前去打仗的，若與你們一同過約旦河，那地被你們制服了，你們就要把基列地給他們為業。倘若他們不帶兵器和你們一同過去，就要在迦南地你們中間得產業。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回答說：耶和華怎樣吩咐僕人，僕人就怎樣行。我們要帶兵器在耶和華面前過去，進入迦南地，只是約旦河這邊我們所得為業之地，仍歸我們。摩西將亞摩利王西宏的國和巴珊王噩的國，連那地和周圍的城邑，都給了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並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半個支派。迦得子孫建造底本、亞他錄、亞羅尼、亞他錄朔反、雅謝、約比哈、伯靈拉、伯哈蘭，都是堅固城。他們又壘羊圈。流便子孫建造希實木、以利亞利、基列亭、尼波、巴力吐、西比瑪，又給他們所建造的城另起別名。瑪拿西的兒子瑪吉，他的子孫往基列去，佔了那地，趕出那裏的亞摩利人。摩西將基列賜給瑪拿西的兒子瑪吉，他子孫就住在那裏。瑪拿西的子孫艾利去佔了基列的村莊，就稱這些村莊為哈女特艾利。拿巴去佔了基納和基納的鄉村，就按自己的名稱基納為挪巴。第33章，記由蘭塞啟行至亞伯甚亭。以色列人按着軍隊，在摩西、亞倫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記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華的吩咐，記載他們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這樣：正月15日，就是逾越節的次日，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無懼地出去。那時，埃及人正葬埋他們的長子，就是耶和華在他們中間所擊殺的。耶和華也敗壞了他們的神。
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安營在疏割；從疏割起行，安營在曠野邊的以躺；從以躺起行，轉到比哈希錄，是在巴力洗分對面，就在密奪安營。從比哈希錄對面起行，經過海中，到了舒尼曠野，又在伊但的曠野走了3天的路程，就安營在瑪拉。從瑪拉起行，來到以琳。以琳有12股清泉，70棵棕樹，就在那裏安營。從以琳起行，安營在紅海邊；從紅海邊起行，安營在汛的曠野；從汛的曠野起行，安營在亞錄；從亞錄起行，安營在利非定。在那裏百姓沒有水喝。從利非定起行，安營在西奈的曠野；從西奈的曠野起行，安營在基博羅哈他雅；從基博羅哈他雅起行，安營在哈洗錄；從哈洗錄起行，安營在利提馬；從利提馬起行，安營在臨門伯列；從臨門伯列起行，安營在納拿；從納拿起行，安營在勒撒；從勒撒起行，安營在基希拉他；從基希拉他起行，安營在沙斐山；從沙斐山起行，安營在哈拉大；從哈拉大起行，安營在瑪吉希錄；從瑪吉希錄起行，安營在他哈；從他哈起行，安營在他拉；從他拉起行，安營在密迦；從密迦起行，安營在哈摩拿；從哈摩拿起行，安營在摩西錄；從摩西錄起行，安營在比利亞干；從比利亞干起行，安營在歇哈及甲；從歇哈及甲起行，安營在約巴他；從約巴他起行，安營在亞博拿；從亞博拿起行，安營在以順加別；從以順加別起行，安營在尋的曠野，就是加底斯；從加底斯起行，安營在何尼山以東地的邊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後40年，5月初1日，祭司亞倫遵着耶和華的吩咐上何尼山，就死在那裏。亞倫死在何尼山的時候，年123歲。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得王聽說以色列人來了，以色列人從何尼山起行，安營在撒摩拿；從撒摩拿起行，安營在普嫩；從普嫩起行，安營在亞伯；從亞伯起行，安營在以耶亞巴林，摩押的邊界；從以耶亞巴林起行，安營在底本皆得；從底本皆得起行，安營在亞門底比拉太陰；從亞門底比拉太陰起行，安營在尼波對面的亞巴林山裏；從亞巴林山起行，安營在摩押平原約旦河邊耶利哥對面。他們在摩押平原沿約旦河邊安營，從伯耶斯末直到亞伯甚亭。耶和華在摩押平原約旦河邊耶利哥對面曉諭摩西說：你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的時候，就要從你們面前趕出那裏所有的居民，毀滅他們一切鑿成的石像和他們一切鑄成的偶像，又拆毀他們一切的邱壇。你們要奪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賜給你們為業。你們要按家室佔溝，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產業多分給他們，人少的要把產業少分給他們。拈出何地給何人，就要歸何人。你們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若你們不趕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們眼中的刺，勒下的荊棘，也必在你們所住的地上擾害你們。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樣待他們，也必照樣待你們。